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太飞》，我是陈明珍。来到台中市清水区高洞里边那种的国乡里啊，这可能按讲的黄金无浪的天然风景哦。但是按讲的天然风景呢，可能马上会消失掉了哦。冇看原因咯，因为那种台中市政府哦，想到了要起一所谓清水江南产业园区，总共有81.6公顷哦，其中68公顷是用的天然的风景哦，叫做天然构资业哦，都会用的生产基地。老天民众认为讲，那种的安好的天气，唔哪会港中，哪会去工业园区呢？可能会破坏了那个地下水，因为这到新东人哦，米西夫人家是一副迄是地下水的降水，韩国会除了破坏了生产基地，韩国污染地下水以外呢，也会影响到附近的生态，因为它过去台湾呢是高密湿地啦哈。但是呢，台中市政府认为讲，那到个清水的产业园区呢，佢今那种台中港的海港，韩国清泉港的机场的空港哈，有2台有事，就是马上拿国际的联络抗台。产业规模甚至产业城区等等啦哈。唔过民众认为讲，那附近已经有19人在各式各样的科技园区也好、工业园区也好、产业园区也好，嗰啲园区呢都还蛮开发完成哈。青岛嘅园区还在放到嗰邊，企業唔用要嚟開新呢，咁真件係嚟面農呢，都帶嚟計劃到地方上已經用完嘅討論，等下行到啲高動力嘅信用中心三太用面頭牆。請呢地方嘅鄉親並台中市政府代表關心兩議題嘅民間團體整個學者共同嘅討論，一齊嚟關心。開會了！好，以下剛才我們來到呢三太橋面頭前哦，今日都好呢高動力有國務嘅嘢了，但是可能現場還見到鄉親哦，然後樹方嗰種國務嘅無限呢農事哦，成標下來關心這個家鄉嘅發展哈。馬上為您介紹現場來賓，第一位呢是我們台中市經濟發展局的局長呂耀智，呂局長好。主持人兩位老師，各位清水的鄉親士大，大家好。好，謝謝。第二位來賓是我們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的蔡家陽蔡老師。好，主持人、各位鄉親，大家好。好，再來是我們在地大肚山學社的吳金樹吳社長。主持人、局長、各位鄉親，大家好。好，那我們知道呢，這個高東里哦。跟這個國姓里啊，其實是一個非常漂亮的這個田園美景的地方啊。但是要開這個清水產業園區哦，這產業園區如果真的開下去的話，這樣一個農業生產基地是不是就被破壞了呢？而且這81.6公頃的產業園區裡面有68公頃，將近超過86%。這麼 person 啊，都是所謂的農地啊，或者是果園哦。其實對當地的這個不管是地景、地貌、生態也好，都會產生非常大的這種變動跟影響啊。那我們想先跟着記者鏡頭來走入村子裡面，了解一下這個議題在地方上討論是什麼。一片係國土4號起點嘅所在，台中清水嘅高洞社區，闊闊嘅沃田係當地嘅特色。對田頂向下來看，一地嘅農田有黃色、青色、朴實又正。台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按算我土一片開發產業園區，地區嘅面積有81.6公頃。市台大土一片嘅民眾受理家人為無批。你甲阮摕去，阮無田通好做，阮無厝通好行。這隻厝甲阮摕去，有成鳥無？鳥哪甲迄樹啊無頂做收，無避着風颱大雨來漂流，伊轉來爬倒來食，敢是安居樂業，敢是安尼？咱無厝通徛，要來困倒，毋就來困樹啊骹，困樹啊骹若雨來，嘛是淡雨落。部分居民組成自救會，決心捍衛自家嘅土地，也強烈建議清水產業園區嘅開發案無合理性。因為頭毛既然嘅關聯工業區，就要當到土地係咪開發利用？市政府按揭上愛徵收緊嘅土地，可能要草地土地嘅協議。如果它真的有需要工業區，即使台中在關聯工業區還有300甲300公頃以上都還沒有開發，都已經變成工業用地，還沒有開發。那整個台中市，照市政府手邊的資料，我們也知道，它就是有888公頃都還可以利用。
那如果有这么多资源可以用，而且是已定的工业区，那么政府其实是可以优先去先做处理，那不要马上那些工业区都已经定案了都不做，然后来征收这种可以种很好稻米生产很好粮食的土地，那真的是在浪费土地。这个问题，我们的政府都没有就问题去解决，他反而要去做所谓的开更多的工业区，让更多的财团他能够去买。好，就算他现在想要租也好，但是现在的问题都没有办法解决。你要去破坏更多或者开发更多的农业用地，那产生更多的工业区，产生这些东西就是这些土地，让更多的财团能够去收购来作为养地跟投资的话，我觉得这样的问题没有解决，其实会伤害整个国家最根本的，而且是一个泡沫的问题。促进地方繁荣，增加产业机会，强化经济效益达到呢度，直接下调开发案嘅意见。不过建立良政蓝图嘅同時，也應該有國家統盤嘅思維同國家整體嘅考量，按嚟嘅政策規劃，將實際克服各方嘅期待，取得生態工作數。好，其实这个清水甲南产业园区呢，是在2012年的时候所提出来。当时候的这个时空背景是什么呢？是马英九总统提出所谓的黄金10年，因此有这个相应的这个配套措施，有这个自由经济示范的区的这个特别条例。那目前这个示范区的特别条例，第一阶段是在2013年8月份来推动，但是第2阶段必须要到这个立法院来这个主管法规这通过之后再行实施。可是到目前为止呢是静止不动的，所以等于说这个自由经济示范区的这个特别条例目前是没有进展的。再来就是说，除了这经济自由示范区之外呢，还有所谓的这个鲑鱼返乡台商回流这样一个专案哦。那这个专案从2012年到2014年也已经截止了，所以等于说这个产业园区当初所提供的时空背景都已经目前看起来是不是那么样充分，也没那么样的具足了。那是不是还有必要来继续进行这样的产业园区呢？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产业园区的基本资料哦。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开发基地呢，总共呢就是有将近81.6公顷哦。那其中公有地呢是有70.8公顷，占有86.76%。这么高的比例哦，那私有地部分是10.8公顷，那总共的这个持有人大概是106人，影响的人数大概是227人左右了哈。再来看到是这个台中市的工业区的分布图哦，刚刚新闻影片里面也有讲到说，整个台中市哦，目前这个闲置的这工业区用地是非常非常大的哦。那我们的这个清水甲南产业园区呢，是在这个地方周边呢，大概有10几个所谓的各式各样的产业园区、科技园区等等啊。那么来看一下，这边有加工出口区的中港园区，有台中港的关联工业区，还有台中科的台中园区1期、2期，台中加工出口区，神冈的丰州工业园区，中科后里园区，台中工业区，还有精密机械科技创新园区、大理工业区、仁化工业区、雾峰工业区等等等等啊，所以这10多个工业区里面呢，其实都还没有利用到100%，还有很多的空地空在那里，旧的不用，为什么要来开新的？那这个问题我就来请教一下我们的这个经发局的吕局长，就是说。5月19号，其实我们的林佳龙林市长就到这个关联工业区来看嘛。虽然说目前关联工业区分成1期、2期、3期，第1期在民国69年那时候开发，它差不多就已经满载了。可是2、3期目前大概都只有60%到40%左右的利用，还有很多的空地啊。我们的林市长就讲啦，这关联工业区呢，其实应该优先把它这个连外道路这个开辟出来，工业区的道路开辟出后，厂商的进驻意愿就会增加了。如果说这边就有超过于我们甲南清水园区的使用面积的话，那甲南清水园区还需要盖吗？我想这一块基地现在目前的确是需要进行一个重新检讨跟定位。那所以不管第一个设置的必要性与否，这个都在检讨的选项当中。第二个，就算要设置的话，它的我个人，我们内部其实有讨论过，维持农地农用也是我们积极在考虑的选项之一。那第3个就是说，其实从林市长上任以来，我们在针对工业用地的部分，其实我们主要是要解决大台中市有多数这个新建在农地上面的违章工厂的问题。所以其实任何新办工业区或者
活化工业用地，最后的目的其实很大的一部分是要来处理农地上面的违章工厂的问题，让现在在潭雅省一带的农地可以恢复到农地农用，但这个工程非常的浩大。如果说我们这个路开了，这个在都市计划区里面的乙种工业用地，感觉起来它的这个利用价值变高，因为有些公共设施嘛，方便这些厂家进驻。但是这都是私人土地啊，交易价格是不是相对也提高了？那这些会在农地上面的违章工厂，可能就是贪图农地便宜的土地成本啊。如果我要到都市计划区工业用地的话，我的工业用地的本身价格就变高了，那怎么办？有没有优惠措施来辅导他们？说实在哈，乙种工业用地哈，事实上它还是要循一个价格机能啊。那地方政府说实在财源真的是有限，我必须要诚实讲，我不能在这边乱开支票说，因为就算中央的工业局的工业区开发基金，它也是在处于一个长期亏损，更不用讲这个科技部的这个科学园区的一个管理基金，所以我们一定要尊重价格机能。为什么？如果不尊重价格机能的话呢？我们没有办法选择什么样的好的产业落实到它的企业的社会责任，所以我觉得价格机能基本上我们还是要去尊重。像我们最近遇到很多从台商回来台湾的，刚刚主持人讲到，我觉得如果是从事高污染生产的，一直在追求所谓的这个成本优势的这些厂商，我们也不希望他回来，真的，我们也不希望他们回来。所以现在有很多的案子回来是希望做总部的。是希望做这个运筹的，是希望做这个研发的，那他也是很规规矩矩要缴税、要做污水处理的，这种我们政府才有这个才有这个角色来帮他们处理。所以这一种也是台中市政府比较欢迎的。好，那我请教一下我们的吴金树吴社长，就是说，事实上你也有去统计过台中市目前这些夯不啷当这么多的工业园区哈，您有说有888公顷这么多的闲置的工业用地啊，可是我们也不可否认，有很多工业用地它是散在都市计划区里面的乙种工业用地，它其实是东一块西一块，是零星的，它不集中，它反而可能也会在住宅区里面出现一个工厂，它可能也在农地里面出现一个工厂。那集中或分散，你怎么看？那你觉得说你的建议是什么？好，我现在手头上拿的这一份呢，是65年的时候制定了台中港特定都市计划区的一个都市计划图。在这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左下角这边就是火力电厂，然后它旁边呢就是关联工业区嘛。而既有的工业区，关联工业区那一边，目前使用率不到60%， 5%多嘛，这都是台中市政府的资料。我们这一边凯桃啊高东社区这一边呢，在65年都市计划的时候就把它制定为农业区了，而这个农业区制定下来，我们看到。整个台中港，像这里是我们 K 桃的这边嘛，这样的农业区，除了我们这里拉嘛、下兰里那一边，还有龙井那一边之外，没有嘞。如果我们把既有的农业区取消掉，真的就像是之前阿伯讲的，也要大家要加上。好，当然工业很重要，所以台中港特定都市计划区已经有工业区的规划了。那如果我们再把这边的农业区把它解编掉，是一件不正确的做法。谢谢。好，所以您觉得说应该恢复农地农用？既然我们K台湾这边本来就是农业用地，它就应该回归农业用地，不要去搞什么产业园区。好，那蔡老师，很多这个工业区闲置哦，养蚊子哦，也有很多人去炒作工业用地哦，所以搞得经建会就说好，那现在买工业用地的人要提出开发计划，2年之内没有开发，这个低利贷款收回来，你要把土地要卖回来这样子啊，原价卖回来。好，可是呢，我们也看到说，这么多的旧的有工业区，它活化不易啊。彰化彰滨工业区哦，红桃追位20-30年了，所以旧的工业区它为什么活化这么不易？那在整个区分使用上面，它的难处在哪里？环保跟经济是不会冲突，我也是这样认为哈，就是要有选择好的产业经济，但是我们都把经济发展的想象就变成好像是工业区，为什么好好的农业生产，我们不能够创造它更高的附加价值？农业也是经济发展的选项啊。所以，既然这样的一个土地规划，从日据时代，从过去就是一个很好的良田，那我们应该保有
我们一个粮食的生产基地，然后把现有的农地产业资源做一个整体的配置，而不是说工业发展才是创造就业机会，才是创造地方发展的最好的方式、最快的方式。其实这是杀鸡取卵。所以我觉得现有闲置的或者是老旧的工业区，我们看如何去优先的去处理它，而不是再去用一个新的工业区。我这边提供一个资料给大家，就是说，这个台商的鲑鱼返乡是2012到2014年嘛，目前这专案已经结束了啊。那行政院的统计是说呢，这个60多件台商回台投资案执行率只有33%，大概30%左右啊。那投资大概是有800亿左右。那增加员工的部分呢，本劳有4万人，好像不错哦，增加4万个台湾人的工作机会哦。但是外劳也增加19000多个，所以是几乎是一半。所以这个增加就业到底是增加本劳的就业机会，还是增加外劳的就业机会？这个我们是要问清楚的哈。那我不知道说乡亲对于这样一个讨论到目前为止有什么样的意见？这位大哥。各个地方政府都是在开发工业区嘛，那事实上这个部分应该要做一个有效的一个整合。那另外针对工业区的一个使用率的一个管理，就是说财团是不是他有土地所有权，那他是没有营业关门的，那这个部分我觉得政府这边应该要设法，甚至立法查核这个部分，甚至是立法，没有使用几年后，应该是要收回这个土地所有权，因为台湾的土地资源有限，目前的粮食自给率只有32%，那我们都是台湾人，应该共同来守护我们的国土。对，好，谢谢这位先生哦。那好，这位小姐。那其实这边的农地基本上都是所谓的第一种农业用地，对。那其实依照全国区域计划的一个原则，就是第一种农业用地，其实它就是一个优良的农地。那在行政院农委会或者是说内政部营建署他们的一个原则当中，他们都是希望说第一种农业用地就是应该是要变更做特定农业区的。那所以基本上。对，它有一个标准，就是说，面积达25公顷以上，然后农业生产使用达到80%的面积以上，它就应该要变更成特定农业区。所以这边第一种农业用地，它真的是它的品质是非常好的。那我们应该说尽量的去保护、维护下这些第一种农业用地，然后不要去开发，就是应该去用一些比较可能受到污染的，或是其他的一些土地去做开发的使用。那台东市这边，因为在全国区域计划内政部的一个就是要求之下，必须要维护农地，总共有4.3到4.6万公顷。那其实依照台东市区域计划，在5月13号的一个会议记录可以看到，就是说很明显，台东市在现在台东市区域计划里面的规划，就是包括现在在规划当中的等等开发案。那扣一扣，其实台东市的第一种农业用地已经，台东市的一个应该要维护的农业面积已经不到4.3万公顷了。所以这部分其实应该。台东市政府必须要先好好的检讨。好，我看这边还有一位大哥要发言，这位大哥。我们根据台中市政府在104年5月13号所提出来的一个由台中市区域委员会检讨的第2次会议所决策出来的这个资料里面显示，我们整个台中市。所有的工业区还有将近888公顷，它是可用的。所以这个数字的话，那比起我们目前清水产业园区所要规划的这个区域，实在是没有必要再浪费这一块良田。多11倍哈。多11倍。那另外，我们市政府所提出来的，在第一次所谓的很仓促的公听会所提出来的数字，竟然告诉我们台中关联工业区里面的使用率是100%，我想这个只是其中的一个数字，我们老百姓真的没有办法去查很多，但是这是一个很事实，所以我们很容易就把这个事实把这个谎言把它撑破了。好，谢谢。刚刚那位大哥手上提供的资料，我再做一点补充了啊。其实这是3月19号经发局办公听会的资料，其实也是市政府出来的。其实台中港的关联工业区呢，它总共527.83公顷。那第一期开发100%，可是它只使用掉142.83公顷。
这怎么会是开发率100%呢？明明还有很多空地空在那里哈，所以我相信当然我们是要做滚动式的检讨，所以我们今天才来到这个地方嘛。那刚刚我们也讲到说，其实这边的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农业生产基地哦。那我不知道说我们的局长听完相信这一轮发言有没有什么样的回应没有？我简单说明一下刚刚那个所谓那个数字的部分哦。那事实上，它当然刚刚主持人讲到500多，那个是整体啦，1、2、3合起来。但事实上，有管理机关有整体报编的是一起啦，因为一起的管理机关其实是中央的经济部工业局，所以是指那一块的部分，它的出售率，出售的意思跟实际上现况有没有使用又是一回事哦。到底我们怎么样来活化这个都市计划工业区的部分？其实我们现在也有在考虑，就是说用这个市地重划的部分，好，也就是说，这些乙种工业用地都是湿地嘛，大部分都是湿地嘛，那当然欠缺很多的公共建设嘛，对不对？那公共建设其实可以用这个让政府进来做公共建设、开辟道路的方式，然后再用整体开发方式，把比较有公共设施导入之后的这个壩地再还回去给这一些的湿地主来做比较整体的开发。那这样的话也会比较有诱因啦。那这可能也都会搭配一些容积的奖励，来让一些中小型的违章工厂可以用比较合理的价格来进驻。有奖励容积这个部分，也可能会有了。这个当然要因地制宜，所以包括在中清交流道附近有一些我们刚刚在资料上面看到那个888数字。那这个在过程当中，我们都还是要尊重在地的意见。那有一些其实乙种工业区，它也不一定要做工业使用，因为它可能旁边周边已经住宅或者商业机能已经很高的话，也许我们会考虑说把它再调整，成为工商综合，引进更好的生活机能。好，那我们刚才也知道说，这附近呢就是这个10分钟车程就是高美湿地。湿地呢，我们说是地球的肾，因为它有个滤镜的功能，对环境生态影响是有正向的，是帮助非常非常大的。还有我们当地我们这个高东里跟这个国信里这个地区呢，每4户人家就1户是喝这个地下水，因为这边是涌泉，这边是大甲溪的支流入海口的地区所以这边呢其实这个清水地下水的是非常丰富的，也非常干净的。但是呢，如果盖了这个产业园区的话，是不是对高美湿地会有影响？对我们这边饮用地下水井水的居民的身体健康也会有影响呢？我们想先跟着记者镜头去了解一下。高东里的农田观考设施当环境，也系市民一步一步慢慢打造的成果，因为建单位利用当地强力的地下水。另外，居民平常的生活用水也是地下水，这可被开发变做工业区，安好的水唔止减失，继续个利用。多数的利用里面反映讲唔好啦，因为咱做工业区阮周边做新后盖污染啦，徛假的地下水也卖袂食的啦，伊做这个迄个汤厝对阮地方拢无什么贡献啦。清水区自来水的普及率只有73%，也就会讲每4户就有1户使用地下水。居民受理可比地下水因为开发工业区来受到污染，生活用水的问题要完全解决。另外一方面，开发基地无基因的蔬菜就会有名的高美湿地，产业园区的开发当然保证湿地的生态唔会受到影响。清水工业区如果在我们高东这里开发的话，那它离高美湿地非常的近，大概只有3公里而已。那我们很担心这些工业区的一些排放的污水会去影响到高美湿地它的一个生态上的一个平衡。尤其现在有很多厂商有很多不良的厂商，他可能会趁着大雨趁着什么去偷排废水。那这些废水流到高美湿地，高美湿地有现在全台湾最大的一个生长族群的云林管草区。那这些云林管草，它是高美湿地最重要的一个生产者，那势必会影响到整个高美湿地它一个生态上的一个发展。因为产业园区的开发影响生态的议题，还必须考虑到台中海线的空气污染问题。因为台中火力发电厂同台中港工业区就在附近，可比各改一改产业园区，空气污染係咪會更加嚴重？攏係開發單位必須要好好想到解。好，
看完影片，这个清水产业园区如果真的开发下去，海陆空立体全面的这种生态环境的污染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尤其是我们海线地区南边已经有这个全世界最大的火力发电厂台中火力发电厂，也有这中龙钢铁厂，甚至还有这个。再往南一点，还有彰滨工业区的这些大烟囱。如果说海线的北边高美湿地这边也要来设这个工业园区的话，是不是整个海线的空污环境的问题是更严重呢？我不知道对于这个生态环境的影响，我们的乡亲有没有意见的？这位阿伯。这潮95%的民众拢过食这地下水，你即摆若较无天良的，伊水甲你弄汛落去，坏垃圾水。规个甲你压落，你跩民众规个都害了了啊！尤其搁再对高美湿地这粒超2 km 外尔，你落去全面拢破坏。高美湿地看台啦，美术桥啦，白海豚迄粒毛红已经错遐济咯。你若讲有来设计安尼一粒来配合高美湿地，后日做观光区，像我来安尼行安遮来。安尼毋是真好，你来创这污染，大家你甲看这水潮安遮水，要来甲破坏，安咁好？好，多谢阿伯。谢谢。还有哪位乡亲？这位大姐。我是觉得说我们高美湿地它的整个腹地只有300公顷，那我不知道，因为我现在在看的时候还没有工业区。这个东西还没出现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它的生态承载已经很过重了，尤其是在那个观光导向。很盛行的现在，那我不晓得说我们这个可以疏散这个环境，整个环境的这个农田大家都知道它是就是有湿地的，也是一个湿地的功能哈。我不晓得说我们这个高东现在就是这些农田现在存在的这些可以疏散一些高美湿地生态承载的这个农地保有，如果一旦消失了，那区的这个300公顷的这个小肾脏不晓得会不会肾亏啦，还是说肾脏无力之类的这个是一个很严重，对，反而搞不好还洗不好，好像洗肾是不可逆的一个损害所以我希望说政府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是不是考量一下，就不要那么短视就一直说工业是赚钱的，我觉得这一点不论是不是工业啦，就是说农地一定要保留，我的想法是这样，谢谢。好，谢谢这个大娃姐。我看这边还有位大哥，先将环保做好再来讲工业区的问题。现在台中的中科、后里地区晚上空气污染，百姓已经受不了了。但是政府一点办法都没有，找不到工厂，哪一个工厂污染源，13要给人没有信心呐。那旧的工业污染找不到，又要开发新的工业区，这样实在说不通。那么为了我们下一代请政府高抬贵手留下我们高美这一块还没受污染的土地，谢谢。这边呢是清水甲南产业园区，它旁边其实已经真的很多，从北到南大甲幼师工业区、台中港的加工出口区、台中港关联工业区、台中工业区、精密机械科技园区、大理工业区、雾峰工业区、台中加工出口区、神冈丰州工业区、中科后里，还有中科台中园区1期、2期。其实整个大台中，它真的缺工业区吗？还需要我们甲南清水的甲南产业园区吗？这是我们应该要好好思考的。刚刚这位大哥说，整个台中海线的空污，根据环保署的这个监测站已经来到第7名这不是什么好开心的事情，就是污染高达第7名所以呢，等一下下个阶段我们就来讨论，就是说整个海线的这个空污或者海线的环境生态要如何来保护，还有是不是如乡亲所说的，这个计划是在灭农呢？如果不是灭农的话，对农业应该提出什么样积极的对策？我们想先休息一下，广告以后继续来讨论。我想中的村民台北节目现场听到详情讲到，几只台中海线的空气污染 PM2.5嗰種嘅牛突啦那喺民國103年要去年呢全台灣環保署有76個這個監測站，我們要看的是 PM2.5。它每单位立方公尺超过25微克，我们知道联合国的这个标准是10微克，
所以这里是超标2倍半了哈。那这个不良日数呢，我们看到是台中的沙鹿站，就是我们海线这边的，它的这个 PM2.5来到这25微克的呢，有272天，也就是说1年365天里面占了75%，也就是说每4天有3天是空气品质很不好的。今天可能是我们三太公的这个三府王爷有保佑哦，我们录影的这个时候还看得到蓝天白云了哈。我想请问一下蔡家阳蔡老师，其实整个中部地区这空品区的这个联合区域治理已经成型了嘛哈？那您觉得说整个我们在思考这个空品区、空污的区域治理的时候，是不是也要考量到这些工业区啦，或产业园区，或吸引什么样的产业进来，这件事情是要一并考虑，不能每天只是对这些数字去提出检讨，而没有提出对策。确实是这样子哈，我们中部经常看到空气就是雾蒙蒙的哈。比如说我们住海线，我们要看到大肚山，或者是我在鹿港要看到八卦山，其实1年都没有几天哦。所以其实像我们中部火力发电厂，还有南部有六轻在云林，其实这些吹北风、吹南风，但中部的拢调这大污染哈。所以这就是我们面临现在产业要转型，过去很多错误的过去的决策，发现啊我们赚到了钱，但是空气被污染，然后罹癌率。那些肺腺癌的比例都越来越高了哈，所以这就是一个警讯，说我们过去牺牲的环境，去看到的这些表面经济发展，其实已经走到最末端，我们应该去调整。所以像现在我们有很多机会，应该去把关，好，在现有的产业要怎么去调整？大家对现有的污染都已经这么疑虑这么高。然后清水大排也经常听到有什么油污就排到高美湿地去了，所以我们现在连现有的污染都没有办法管制好，现有的 PM2.5的不良率又这么高，那我们为什么又要新增加这些污染，然后给大家更高的这种生活的忧虑跟罹癌的比例会增加？所以这是政府应该要好好为民众着想的。好，其实，在3月19号，市政府来这边举办公听会，这个说帖里面也有讲到，就说其实呢，如果这个真的这个我们清水的甲南产业园区开成的话，它会有1条20米、1条25米的这个工业区的连外道路会拓宽了哈。其实呢，这个运输的工业区路线，它其实就是一个线状的 PM2.5的扩散源嘛，个别的大型工厂是点状的污染源嘛，所以一旦这80几公顷的良田本来是可以这个滤净空气的，结果呢增加了非常多的点状污染源跟线状的扩散源之后呢，这里的空气品质还会像现在这个样子吗？也许75%还要再往上跳也说不定了哈。我想要请教一下我们的这个吴社长，就是说，事实上这个3月19号公听会里也有讲到说，我们会做这个专管哈，把这些废水排放出去，可是没有告诉我们这专管的废水要排放到哪里去，而且也没有告诉我们说，这个专管是由厂商来出钱盖呢，还是由台中市的工业区发展基金来指引，这些其实都没有说清楚。现在只告诉我们说要检讨定位，其实。我相信经发局长很有诚意，今天来到这边，可是您还会不会觉得心里面还是有点怕怕的，有点担忧？好，我刚刚呢看到一个数字，其实蛮好玩，就是说台中港呢都市计划65年到现在，在民国100年的时候，不就说要有58万人嘛？结果刚刚看的数字是台中市政府提供的数字是26万多人，而关联工业区目前开辟的部分，刚好也就是40几%，一半左右。差不多，也就是目前台中港这一边居住的人口是当初都市计划制定的时候一半的人口，因此它需要发展的工业区一半，关联工业区在这里，用一半就够了呢，不然现在那工厂在哪里？结果呢，这一大片的我们这一个高东里这一边哦，这一条线是台17号临港大道，这里17号往北这一边。原本就是大甲溪的河床，那因为这里是农田，水不只可以留在这里，还可以往下渗，不足我们的地下水，不止我们可以到这边饮用地下水的人可以得到保障，下游的这个高美湿地这一边呢，刚刚蔡老师也讲，清水大排这边冲下来的一些家庭废污水，甚至其他的一些
工业的污染的情况呢，可以经由我们这边涌出的泉量来稀释它的整个这边的一个污染的情况。然后，因为这里高美湿地，它会有潮汐呀，涨潮的时候，鸟儿要往哪边躲？就往周遭的这一些保安林、农地去，不止休息，它还可以在这觅食。因此，这外围的这一整片就是高美湿地的后山、后院。当这一边涨潮的时候，甚至游客太多的时候，它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躲。如果这一边做成工业区或者物流园区，只要是改变现状，不止我们居民难以生活，连高美湿地的鸟儿们也会很难生活的。好，我先调查一下，在场的乡亲，恁兜是做田的，布稻啊、种水果，举手好吗？哦，几乎100%了哈。好，那乡亲，我现在就问你，您觉得说这个产业园区盖下去之后，我们在场乡亲都是务农的，你们的生计生活何去何从？你的担忧，请举手发言，让我们知道好吗？好，这位大哥，你先讲嘿。我们的下一代啊，现在都差不多50多岁了，都有意识归于返乡。我们的孩子啊，已经现在回来啊，在种一些那个花树了，哦，已经种了差不多有600棵以上了，哦。现在就在路边，你们就可以看见的。现在政府要培根，哦，等到我们这些鲑鱼要返乡来耕作这个土地，政府又要把我们这个土地又有征收税了。现在我讲哦，实在讲，政府要给我们谋福利，给我们有一个生活空间。工业区做下去，空气污染，地下水又污染，自然你就生病。孩子你要归返乡，要做什么？根本就没有田可做了哦。应该啊，我也希望啊，政府要为我们人们着想，给我们这一代的老人以及下一代的这些贵人回家可以生活下去。那到底是不是这样的产业园区新盖下去之后会产生灭农的疑虑？当地乡亲的这个反应又是什么？我们想先跟着镜头去了解一下。西风吹过来，看得到江江的波浪，同时还有窸窸窣窣的声。安尼个好风景，才可能因为清水产业园区的开发案来消失。因为礼拜嘅开发案，81.6公顷地块，有大约68公顷拢系农田同个人，比例将近84%。像我们历代的祖先呢，已经有3、4代都已经在这边就是耕种了，我们也都是属于类似农民世家啊，因为安尼这征收啊哈，造成我们有很多当地的一个农民啊生存权受到受损。我还有一部分是种树木的，啊，这个树木义务，第一个我们为什么要种这些树木呢？就是第一个就是要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然后会改善我们这个生态。啊，你要看，咱那东北季风，我们那个树啊，当给咱隔绝一寡东北季风，啊，你那沙尘暴它可以附着那个灰尘，够当减少污染。觉得现在的政府都比较重视工业。啊，我的全职就是农业，啊，我也有割稻机啊、插秧机啊，啊，希望他可以注重我们这比较年轻一辈的有从事这种行业的，不要把我们灭掉了。无土地是在工作，农民的生活天确受到影响。虽然土地征收是在为农民带来一条收入，不过在全球气候异常的情况已经受到普遍重视的同时，粮食危机的问题更加值得官员好好思考。如果我们在未来的10年、20年，如果发生整个全球人类生存的这些环境性的灾难的时候，森林跟农田是最后人类能够生存下来的依据跟依靠。那如果现在我们的政府它还要去破坏这些森林，甚至于说要刨掉这个土地所赖以为生的农田的话，那最后我讲这个灾难很快就到，10年、20年很快就到了。
2公顷嘅土地平均是得生产5公吨嘅米，安尼60公顷嘅土地是得有300公吨嘅米，大約係2500萬嘅盤。更加重要嘅係，其實得係原素嘅生產。同政府從事工業開發嘅同時，也應該同農田生產嘅價值好好評估。新闻影片里面说，光是这个本来打算要做清水甲南产业园区，大概60公顷左右这样大的这个面积农地哦，就能够生产300公吨、1500万碗的饭，可以养饱一半的台湾人。2300万的话，已经超过一半了啊！所以其实农业的生产真的是非常珍贵的啊！我想要请教一下大家，对于这个农业的生产啊或环境的部分，还有什么样的意见没有？好，这位大哥，讲一个我自己的亲身的感受，这个是很吊诡的一件事情。我那做吼，从北市头到甲南，结果买了同样的土地，结果我那边的土地私有地啊，一坪都是好几万。啊，请问各位，到时候征收一坪，可能要跟你收多少钱？这个就是所谓的价格机能，因为咱家是公有地，这个国有财产局是很不合理的吊诡的事情。这条说一直给农民扣掉，所以农民没有新的出路。那最好的出路就是在地让他的农业的这个地方的这边能够重新重视这些农民，让他从事生产。因为我是自然老师，我也是种有机米。那这些高价值的幸福产业，我要问大家想一想，那个高美湿地产值是多少？大甲溪的产值是多少？它对我们地球的贡献是多少？我们要去思考。因为我2个礼拜前，刚刚很多前辈讲到鲑鱼返乡，我遇到的是大甲溪的毛蟹返乡。2礼拜前，我伫阮迄高档遐路口伫迄沥青场遐，看到一只毛蟹，双枝后举得高高的，他要告诉我们乡亲什么？咱的土地爱家己保护。连螃蟹都跑出来，知道我要参加这一场，要帮他代言。好，所以老师，你是受到毛蟹的这个启发就对了。是的，谢谢。幸福的经济，好，谢谢老师。那这边有位大哥，咱伫遮咧住好好，爱伊甲咱赶走。咱若去外口买一间厝我甲伊算算啊，吼。一间厝外口买的吼，差爱1000万以上来，伫咱遮清水方面的啦。是。咱即摆若比有田有厝征收去吼，敢若。赔偿啊，可能是应该是500-600万左右安尼啦。是。咱若去买一间厝，是不是还佫甲政府贷款差400-500万？还佫银行贷款400-500万？你看安尼咱敢算的哦？我们这个产业园区规划里面也有这个住宅区啊。这住宅区其实就是让这些经由一般征收架构以后，这些农民啊，可以再拿到这些征收的钱，回到工业区里面去买住宅区里面土地来盖房子啊。伊嘛要起，一定起大楼，绝对无可能讲，起个咱一般这种的透天的嘛，对不？哦，所以居住的条件和品质就有很大落差，就很大的差异的啦。好，谢谢这位大哥，谢谢。还有哪位乡亲？哪位大哥？好，这一位。伫遮吼。要甲林佳良林市长，因为你应该是你即摆吼上重要的阮关系人吧吼。你是要甲阮清水吼变做卖寮，迄款混林迄卖寮吼，生岩上多迄个所在，也是要甲阮变做12窑要做变做宜兰吼，阮才有好山好水，毋通甲阮租讲规10道人吼，伫遮开垦的吼，阿豹去互这恶质的，我是生意人。谢谢各位，好，谢谢。旁边那位大哥，刚刚我看到你举手，嘿。其实咱过去无工业区，无工业，但照常过得足快乐的。咱的收入嘛比人较差。你看咱的这个市内底的这个卖米糕的、卖肉丸的、卖烧煎糕的，吼，咧饭店的全部是少年人。换句话说，遮个人咱倒转来咯，因为呢，这所在提供真好的这观光文化，甲这个文创产业，所以我感觉政府是足无巧吼，这么好的所在，应该就是讲爱互这些农田如何带领我们去做一些精致农业，所以我这个所在嘛，呼吁咱的农会啦吼，我们农会单位唔知有来啊无，还是咱的农政单位，是毋是讲来斗3工，甲农民呢
免啦遮好的产好来经营，而且咧有真侪像王老师真侪少年人用倒转来咱清水准备要来做一寡无毒有机的这农业，吼，所以呢，咱阁用安尼这个设置工业区的这个这方法，其实呢，无形中是互咱会使是这个雪上加霜啦吼。所以咱设置了呢，我感觉清水大概观光就大概去掉一半的。吼，第二就讲，其实这煞叫溪头啊，代表伊就是大家溪咱高美地迄个所在，而且水源的所在。吼，所以这个所在呢，就是水足水，吼，水真济。好，那如果呢，你一旦变成工业区了，我唔知将来要怎样处理。好，感谢大家，谢谢。好，谢谢这位大哥的发言。那我想问题先请教我们的经发局局长，就是说，其实刚刚也有不管是阿伯也好，或者这其他的乡亲大哥讲到也好，就是说，难道我们的子弟的前途发展只能够到工厂去当工人吗？只能到工业区里面去上班吗？我不能回家种田，我不能够在我们家开个小店做生意吗？我刚刚也蛮高兴，就是听到大家就是说有很多的年轻的新一代的愿意回来接班。那事实上，农业局有很多的这个青年加农一点相关的措施等等。我希望我回去我把这些大家的声音带等来向农局长参详啦愈侪辅导资源会当来咱清水啦。我嘛真拄好，我是读台大农经的啦，我其实是农的背景啦所以大家的这些的心愿也是我的心愿。真的，我们在土地正义上面的观点是这样，我们是希望能够在不变更使用分区的一个原则底下，提升各个产业的附加价值，这个才是真正落实照顾人民生活的一个好的方式。好，那我想问一下蔡家阳蔡老师，就是说，事实上当地居民一再强调，这是一个大甲溪的支流冲击出来非常肥沃的泥土，都是黑色的沙壤，是很肥沃的。那很多乡亲也觉得说，我就是要做务农。虽然说这些公有地可能是较早是 cable day 啊，大家可能是因为这个大水冲毁这个堤防之后再去开垦，没有去登记啊，想说这个不用登记就可以少缴一点租嘛哈，没有想到说既然没有登记，这个政府来接受，没有人地籍上查没有这个所有权人，就变成国有地。但是事实上，确实是我们高东里、国姓里的历代的祖先开垦出来的了哈。所以变成说，其实很多人对这块土地是有非常深的情感，他还觉得说做农务农我很有光荣感。我们应该要尊重他们的意愿吗？我上个礼拜有来这边空拍哈，那拍的那时候感触很深，说好漂亮的一块农田，然后镜头一转就转到关联工业区那边，然后就看到一堆烟囱，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们咱对土地感情哈，一直在转换，啊，拄啊有一个阿伯唔知有在现场嘛，我讲来阿伯你来看这，从荧幕里面看到咱的田，咱的土地遮水哈，啊伊嘛讲足悲哀，伊的地嘛有丢掉哈，要征收。伊刚刚跟我讲希望继续较好一块，因为年轻人都不愿意回来。我感触就很深，说我们的社会发展为什么到少年人不爱做农业？主持人刚刚讲价格低，为什么价格低？因为我们就不重视农业嘛，我们一直在觉得反正有赚钱，买国外的便宜的玉米。这些粮食，对呀，那为什么不是生产我们很优质的稻米，生产更好的水果卖到国外去？这样子我们的附加价值才会提高，那大家愿意从事农业生产，这个土地自然就可以好好的保存下来。好，那其实，在3月19号的公听会里面，我还是要引用一下这个经发局的资料，就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个产业园区它的计划用水量，那在原本预计是2020年，也就是民国109年要来正式营运。那到了109年的时候，工业用水是来到676万600万公吨了哈。那相对于前一年呢，就是108年还在施工期间呢，是338，是翻倍哦。就一开工，工业用水就增加了 double。那营运4年之后呢，会增加1352万公吨，非常可怕的用水量。我们现在台湾是山高水短，所以缺水，我们降水降得多，缺水也很严重。今年这是大旱，全台湾都有感。我们的工业用水一增加就要增加1300多万公吨，如果再加上园区里面的民生用水、公共设施用水，这个正式营运后的4年会增加1655
万公吨，这么多的用水，没有人告诉我们水要怎么来，只有提到我要用多少水，没有人告诉我们水要怎么来。是不是我们应该好好思考，除了增加就业机会之外，除了增加地方的税收之外，另外一个重要考量，吴老师。台湾目前这样的农业的生产的一个现况，会产生很大的危机，而这个情况不包含去年因为干旱的关系，曾文水库的灌区全面怎样停灌，石门水库的灌区怎么样呢？停灌，明德水库的灌区停灌。在这样的一个气候变迁之下，我们未来如果没有任何的作为，这33%只会往下掉，想种都没办法种，没有水，所以我们必须有更大的一些农业生产的量能，才能够去在未来当这些生产超过100%的国家不卖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活下来啊！而且如果气候变迁之下，我们才能够活下来。好，最后我想请教我们的这个经发局的吕局长，就是说，其实林市长说，这个大台中123计划嘛，哈，1条山手线、2大海空港、3个副都心，这3大计划都跟海线有关。台中分山海屯3个部分，山线、海线跟屯区。如果说我们对海线整个发展的想象都是朝工业，或者是朝比较商业的发展，那请问存在海线的农业地区或农业地区的人民，在林佳龙林市长的想象里面，是他的重要的排比，或者说施政的优先顺序，或者他的相对应的照顾是什么？可不可以请您大概回答我们一下？说真的，就是说海线的农业能够发挥什么样的想象，这我们带回去市长一定会听嘛。因为我们当然过去来讲的话，因为台中基本上，如果是以一般的作物来讲的话，稻米其实不分什么山海屯。好，那因为我们过去台中比较为人称道的农产，在山线的部分有果，大部分的花跟果都是在这个山城区嘛。对，像现在东势的水梨就有。我们的菇类大部分都在屯区嘛，或者甚至枇杷嘛，等等这一些荔枝是在屯区嘛，对不对？那海线的部分真的是受限到我们的天候的影响，所以大部分都是还是以传统稻米。所以我刚刚特别很高兴看到我们洪大哥这边有在栽种这个火龙果，我也问他收成，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今天来最大的一个收获。那如果可以让海线的农业有更多想象的话，我想整个我们回去跟农业局商量，这个维持农地农用这样的一个政策的可能性，就当然是越来越高。这个是我的看法。山海屯是台中的3大的区域的构成，海线为主的这个部分呢，有大台中123，1条山手线，2大海空港，就是清泉港的空港跟台中港的海港，还有3个副都心。你刚刚讲的是沙鹿跟梧栖嘛，哈，海线的副都心。如果市长的执政的想法里面，整个海线还是要以工商为主，那在这个工商的为主的规范下面，思考概念下面的农业区的农民，他们的生计跟生产跟生态的环境，要怎么样被更广泛的、更友善的纳进来考量对待呢？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施政的前提。我相信市长应该不会希望说我们高东里跟国姓里的居民是因为开发产业园区顺便附带享受提高生活品质条件这样的一个状况哈。我想村民大会就是这样一个开放的平台跟空间，那客家电视台作为一个公共媒体，也提供这样的平台跟空间，让大家理性的充分沟通。以上海给面村民台飞感谢的曙光，下礼拜这样持续收听村民台飞，什么台港之 C 再飞，谢谢各位，谢谢。